大家好，我是虞美人，我是蔡昌宪，我是许志豪。想听更多好歌吗？想看更多影片吗？赶快追踪红人榜的脸书、IG 还有 YouTube 频道，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为什么他们认为我们这样讲，人家就会定？因为你有号召力啊，还是有号召力。我们有号召力哈，我不这么认为，不然你证明给我看。赶快证明，证明一下啦，订阅起来啊，赶快订啦！主题挑战赛，好友帮帮忙。我要找你一起来唱，因为是好友帮帮忙。真的。两个的声音都非常好听。那时候是认识他的爸爸妈妈，后来才知道说，哦，原来他的儿子会演寡戏。非常投入，好像你才是开歌仔戏团的那个人。带来了2位我的算恩人，带我进入这个歌唱的这个领域。2位老师都让我觉得说，你们会听好加分。宝座又要大翻风了。2位他的老师，欢迎收看超级红人榜，我是虞美人，我是蔡昌宪，我是许志豪。给大家报告啊！报告现在。今天的这部会非常的精彩，因为有主题，什么主题？叫做好友帮帮忙。哇，今天选手是可以绕人的哦。对，那所有选手，通啊找伊的好朋友来斗相共，你可以用不一样的形式来帮忙，不止唱歌，你也可以跳舞，你把通啊摕乐器来伴奏，拢会用的。变成一个表演就可以了。没错没错，没有限制攻击的形式啊，那都就是尽量1+1大于2啦。虽然是安尼哦，听起来敢若是有一个帮手，不过吼，我是感觉安尼啦，你若找到人是助阵哦，找了唔到人，你可能是助念哦。哎呦，是安怎？台语有一句，安怎讲？生鸡两个无，放鸡菜的一大堆啦。是安尼，安尼对不？哎，对，来行的。好，在今仔日精彩比赛开始进行，咱先来介绍评审团。头一位是陈子红老师、许常德老师、詹雅文老师、吴浩哲老师。刷出来是红人榜卫冕者林雅婷，宝座候选人蔡中颖，偶像组上次平手，卫冕者暂时从缺。偶像组的卡位赛可以说是全新局面，有请谢依玉、蔡志宏，欢迎2位。大家好，我是来自高雄内门的小蔡蔡志宏。大家好，我是来自高雄的谢玉 Sebuhi。那你今天的好友来帮忙呢？你找了什么样的好朋友呢？今天的好友帮忙的话，我是请了一位在大学时候认识的一位朋友。对，那他很厉害，他是校内比赛蝉联3届的冠军。蝉联3届冠军。对，欢迎我们郑妍欣。来欢迎郑妍欣，妍欣。大家好，我是来自新北新中的郑妍欣。哇，你好，感觉没有很熟哈。没有很熟啊，2个人的互动吗？有很熟哈。有，就是可能熟到什么程度呢？因为我们之前是在学校吉他社认识的。对，然后刚好我们2个喜欢的音乐类型都很类似，所以那时候在疫情的时候，我们会在音乐平台上面唱歌，然后后面也会分享一些歌唱的技巧跟唱歌的方式。那这次主题赛我就立马想到他，然后我们还有一起出去练习2次，还有带过来给老师一起练习这样子。那为什么你愿意这样帮忙呢？因为他是我的好朋友，然后当初就是接到这个通知的时候，就是比较有内心挣扎一下，但想说是个很有趣的经验，所以就立马答应了。就答应了，OK， 好，就来帮忙了，对不对？好，那你们要唱什么歌呢？我们今天要为大家带来是古今雅咪咪。各自有各自的恋情吗？我的话是0，他的话有。他有什么说要回答吗？你帮他回答。即摆少年就是安尼啊，讲话都较直接的。伊即马单身呐，即马无迄个谈恋爱对象啊，没有感情的对象啊。无依无啊。无这惨吧？你无这惨，你同无毛言心。无依无我，一个玩意搞到啥个？已经甲无依无我就对啦哈。啊，你进前有依有我是当时几年前？可能伫妈妈巴肚来时阵。哦，你到今拢单身哦？你母胎单身？啊，你真正是无边无花。
有是会吹到啦，会吹到啦。好啦，啊那根本都无聊啦哈。到这为止啦。无啦，我是讲咱才会当讲较久的，因为我见谢玉无朋友啦。你敢有朋友？有无做要来做定的无？有啊。有啊。我今天找了一个我国中的好朋友，平常我要 cover 啊，还是我想要写歌，我其实都会找他这样。哦，感觉是有默契的人哦。对。好，让你来欢迎他是谁呢？让我们来欢迎刘顺平。来欢迎。哎呦，有组队的感觉哦，服装有一致哦。大家好，我是刘顺平，来自高雄。接到这位爷邀请，你就是挣扎多久？其实我蛮快就答应的了。哦。啊，你那家伙参详啦。对啊。是你自己嘛就爱来的。对，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得的经验。啊，国中毕业之后都还有联络就对了。有。哦，国中同学还可以这样子拔刀相助，对。应该是你们周围介意的物件对不对？唱歌跟就是乐器，就是音乐。音乐。是。大家都喜欢这个玩音乐嘛，对不对？就一起玩团嘛。是啊，啊，人古琴啊、咪咪啊，你两个呢？我两个啊，咖喱蓝调调。哇，有画面，从国中烂到今嘛。我们都是用一种祝福的心态，对，来看这种合作，好不好？是。好，所以这个是我们第一次有这种就是说只是来参加比赛的选手，然后他可以找他的好友来一起帮忙。我们也看一下这个友谊的这个经营是多么的不容易，是，对不对？那就是要共同来面对新的刺客的挑战。各位，今天来挑战的是原子少年。他曾经是80位男孩当中粉丝票选的人气冠军，掌声的欢迎 KK 令宇成。OK， 令宇成。我是来自原子少年水星，坐火箭穿越到红人榜的 KK 令宇成。老师们好，大家好。你好。哇，好特别哦，真的是。你一来这个光芒四射这样子哈，第一次来我们的节目，对不对？对。你什么时候开始发现自己很喜欢舞台？我从国小4年级就很喜欢啊，然后妈妈来学校看我主持，然后也来看我跳舞，然后那时候她就觉得说，哎，我好像真的可以往表演这一块去发展，所以她就答应我，让我继续往这个演艺的方向去前进。是，那请问你一下哈，家里人是谁喜欢看红人榜？我阿嬷，你阿嬷赞哦，安尼，我就知影是你阿嬷啦。哦，是，所以你今日来，你阿嬷上欢喜。伊上欢喜啊，厝的人全部伊上欢喜。哦，因为我自细汉，甲伊做伙看红人榜，看甲今嘛。哎呦，你有看过什么人？你先讲，我听看卖就知影你真正有看无看？东林。哎呦，那很早期哦。是不是就早期的？对。还有申梅，吴申梅姐姐，对，真的是有。今日要找好友呢。我的好友就是我的高中学姐。会使甲恁的学姐介绍出来。邀请出来。好啊。来，我们隆重欢迎我的4位学姐。第一位 Penny， 小月，卡米拉，以及路亚，林家龙学姐。哦，都姐好哎，学姐。庄敬高职的学姐。对，哇，你们都是单身吗？目前都有交往了？拢无单身呢。龙博单身啊，都没单身，还是有哪一位学姐比较要代表发言的？这次被邀约的，那个当时的心情是什么？我没有很惊讶，因为他平常都会找我做一些很奇怪的事情。你这样讲好奇怪，更奇怪，什么奇怪的事情？要讲清楚哦。他可能要染什么头发，然后我完全不知道，他会打电话过来说：“你觉得我染这样好看吗？”然后是穿什么衣服，或是要买什么衣服，他都会问我。那是因为伊足够穿衫，伊染的头毛嘛就好看，所以我才一直问伊。哦，你先找伊，伊再个找啥个，安尼就对。无，我一个一个找，一个打电话。哇，拢马上答应。哦，那很有心的学姐。哎呀，算是人缘不错了哈。是。哦，你们都愿意这样子跨刀相助就对了，所以你们感觉是要帮他伴舞，对不对？对。啊，哦呦，说到这个伴舞，里面有个很厉害的卡蜜拉举手，好不好？卡蜜拉，我跟各位报告一下，注意哦，她是Hi Hi 台湾世界街舞锦标赛第2名呢。
阿玛老师 ，music，come on， 好友帮忙，偶像组风格大不同，令雨辰学姐助阵，气势惊人。每个人的舞蹈都跳出了自己的味道，很特别。蔡志宏学妹合唱，温柔深情。两个的声音都非常好听，和声最重要的是就是和谐，你们的和声非常非常的和谐。谢意玉同学跨刀合作无间。我要甲你蓝调调。你们的这个表演这个版本就有无限可能。风格不同的三人，谁能卫冕成功？阿玛老师 ，music。现在是星期五晚上，对，现在要多忙 ，come on， 5、6、16、6、7、好帅哦！许志豪，常见哥一起，楚志豪哥一起。我的鞋子怎么？哇！帅！哇，真的厉害哦！来，掌声欢迎三组。欢喜就好。人生海海，甘需要拢了解。有时啊精彩，有时凊彩。有人讲好，一定有人讲歹。若莫想遐济，咱生活较自在。规工嫌车无够拍，嫌厝无够大，嫌菜煮了无好食，嫌某伤歹看。驶着好车行人头，大厝歹摒扫，食甲伤好，惊蛇野狗，随要对人走。人生短短，好亲像咧佚佗。有时啊烦恼，有时轻巧。问我斗有道，目内有啥法宝？其实无撇步，欢喜就好。人生海海，敢需要拢了解。有时啊精彩，有时凊彩。有人讲好，一定有人讲歹，咱莫想遐济，咱生活较自在。规工嫌车无够拍，嫌厝无够大，嫌菜煮了无好食，嫌某伤歹看。驶着好车行人头，大厝歹摒扫，食甲伤好，惊蛇野狗，随要对人走。人生短短，好亲像咧佚佗，有时啊烦恼，有时轻巧。问我斗有道，目内有啥法宝？其实无撇步，欢喜就好，欢喜就好，欢喜就好。哟，谢谢令雨辰。接下来让我们欢迎蔡志宏、郑妍希带来的歌曲是《古今雅咪咪》。讲起你的生活过着并不如意。虽然咱已经来分开，对你也是会来关心。
希望你唔通来死钱，人生本来就是钱出现。世间无永远的富贵，也无永远红的花蕊。青春少年时，亲像目睭呢，只有在梦中才相见。 小雨的暗暝，想旧情也绵绵。想要安慰着你，不知你伫倒位。今夜又是落着小雨的暗暝。 情也绵绵。谢谢蔡志宏、郑元兴。接下来谢意玉带来的歌曲是《咖喱蓝调调》。 这是以往的阿 Sir 深情感人，这次风格转变大突破，带来你绝对唔捌看过歌戏。今天准备的这套歌仔戏要配合雅文老师的三片影带。啥人有演出啥人的最爱。我很钦佩你的态度，你对着这个舞台的敬重，真正真加分。 这次的比赛信心200%。我要甲你揽条条。 因为惊你半暝仔爬起来哭，甲你揽在心肝头，予你对人生袂阁梦渺渺。我要甲你揽条条。 毋免惊惊惊见笑，世事予人想袂晓，你需要一个肩胛头。我要甲你揽条条，予我陪你唱同调，分担你的忧，你的笑，甲你的哭，哭完心事就无了了。我要甲你揽条条，予你袂惊袂过好，往事放予空，人生啊才有梦。 予我陪你渡难关，往事放予空，人生啊才有梦。予我甲你揽安安。
谢谢诗怡的顺平。咱请雅文老师来给咱讲评。雨辰老师好。你的台语做特殊的，你的台语腔，哎，你讲台语有个腔调，我觉得很好听。真的吗？然后你又很帅。谢谢雅文老师，谢谢雅文老师。真的很帅。然后呢，这些舞群呢的好朋友，我觉得很棒。你们的棒在哪里呢？就是你们每个人的舞蹈都跳出了自己的味道，都有个人的态度。这个呢，就是我一直要求说，能够站在这个舞台上的孩子们，哦，去过比赛了，你能爱有自己的态度。那今天呢，我觉得雨辰的态度就很好，他的舞蹈跟你们的搭配，然后唱歌的调调，然后我感觉这首歌曲哦，你选得就好，就是因为伊这首歌就是做本土的。那你的台语佫足在地的，很接地气的，所以很搭。但是有一点就是讲，你本身的唱歌的技巧，上基本的一项物件吼，就是音准。你的音准呢，整首歌下来，从 A 段下来，都会有点没那么到位。如果你脑花都把音准聊更加暗的，你的分数会更高。好，没问题，谢谢雅文老师。好，来志宏。雅文老师好。我讲到志宏，我就想要讲这个郑学妹哦，你为什么不来参加比赛？因为就是唱歌就是兴趣，然后之后有实习的工作要忙，这样。所以你是因为忙，所以你没有对这个歌唱有那么大的企图心，是这样子吗？我很喜欢唱歌，但是就是对比赛得先把但为什么你要跟他讲答案？还是要把学业完成。哦，好，对，学业很重要哦。学业完成了以后呢，再来好不好？好，因为我觉得你的歌声太好了，谢谢。你们两个的搭配，我觉得最棒的一点是默契，而且你们俩的声线哦，还有共鸣点呢，非常的搭。真的，你们两个可以出一张专辑，男女对唱的专辑，很有未来性，太棒了！你们这组让我很惊艳，加油！好，谢谢。接下来我们请阿德老师为我们做讲评。林雨辰老师好。我要先讲一下啊，因为很少有像你这样的选手来我们比赛，来我们这边比赛，就是唱跳啊。哦，了解。那我觉得就是唱跳其实真的是比一般只纯唱歌，真的要辛苦很多啊。尤其是你们在这么年轻的时候，要跟你以外的一群人合作，那真的是要很多练习哦，很不容易。所以我感觉上你今天在唱这首歌哦，我有一种就觉得一个年轻人哦，到一个台语歌坛里面哦，想要给这个歌坛注入一些不一样的气氛啊，那种尝试的感觉啊，那个很棒。然后那个 Seven。其实刚开始看到你们两个在台上的时候，我最大的期待就是如何让我们看到你们的感情啊！你知道像你们这样的一个这么年纪轻轻的时候就认识那么多年的朋友哦，而且是玩音乐的哦，应该要有多一些突然停下来或者怎样的自然一点的东西，让很多空气可以进来。像我跟子宏啊，他弹吉他，我一定要他跟着我。他才是我的朋友，所以我随时要停下来，要慢要快，他都要能跟上来。哈，同意，这我很同意。啊，因为这样子你们的这个表演这个版本就有无限可能。啊，我觉得这一点有一点可惜。如果你们这个交情如果有在一个这么自然的气氛会更好。好，谢谢。谢谢老师。好，马上请子宏老师为我们讲评。好，这个阿德老师，我难得同意他讲的话。就是那个抑郁，你是主唱，然后另外这位同学你是伴奏，所以其实伴奏配合主唱，所以主唱不用迁就伴奏。就是虽然是你们要练习，要彼此互相迁就，可是在舞台上呈现的感觉就是主唱然后伴奏这样子。好，那我觉得抑郁今天唱的这歌还不错，唯一就是阿德老师讲的哈，任何表演或创作的时候，其实有些时候让它空白、留白一下下。停一下，呼吸一下，大家会被你们带着走，啊，大概是这个感觉，啊。然后那个志宏老师好。志宏，我觉得你们今天，对啊，我一开始我也会觉得为什么学妹不来参加比赛，啊，真的很棒。
然后你们两个的声音都非常好听。那最重要的是你们的和声，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和谐。你们的和声非常非常的和谐，就是学妹很有天分，我觉得。马上要来看成绩，我们先请好朋友到台下休息，好不好？谢谢。你们在台下紧张就好，台上交给我们。好，马上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大帅哥的成绩，评审请下分数。这礼拜的刺客原子少年厉雨辰第一次挑战红人榜，分数来到了23.7分。哇，好，谢老师，第一个礼拜就上榜了啊！我们来看一下孤尖牙咪咪。评审，请下分数。哇塞！谢依玉面对强敌能够卫冕吗？青春组双强夹击，信心满满。挑战者美声献唱，实力惊人。你的声音很亮，你可以做很多的可能，我觉得太棒了。阿 Sir 突破框架，表现亮眼。是非常投入，好像你才是开歌仔戏团的那个人。强敌来袭，林雅婷遇强则强，不相让。两位老师都让我觉得说，你们会听好加分。超激烈对决，谁能获得胜利？评审，请下分数。蔡志宏跟哇塞，24分，每一位老师都给到6分啊。手来的是咱的西尾鱼，可以得到几分？评审请下分数。加油加油！哇，谢依玉，哇，那是3.9分。谢谢老师。那我们先谢谢我们的大帅哥，好，谢谢老师，谢谢带来这么精彩的表演，继续唱台语歌，好，谢谢们，好，来恭喜两位登上我们的红人榜宝座，恭喜蔡志宏，哇哦，卫冕1关，也恭喜谢依玉保有候选人资格。因为刚刚雅文老师也说了，阿德老师也说了。他们说你的学姐帮你加很多分，好了，真的有加分了，但是还是最后一名。OK 啦 ，OK。依玉第一次来比赛的时候我就有来了，只是那时候我没有上台表演。然后，我们之后每次见面啊，我们都会聊天。我也知道他在比赛过程中可能会有些迷茫，像是不知道怎么唱才会更好。那我这次来帮他，也是希望找回就是那个当初有憧憬的自己。哦，感动了都。能跟这么强的一个朋友一起合唱，是真的是非常特别的经验。没想到他可以把我推上去，或者是受宠若惊。来，青春组的卡位赛，有请卫冕者林雅婷宝座候选人蔡宗颖，欢迎两位，哎呦，哇！大家好，我是阿 Sir 蔡宗颖。你阿 Sir？ 是。我这无6点半人都在吃饭呢。哦，感谢，安尼得，啊，这位是咱的丁儿哈。大家好，我是来自台东的阿丁哦，林雅婷。我讲话也想要像阿 Sir 这样啊。是。那我们先问那个林雅婷好了啦，今天要带什么好朋友来？啊，我带来了2位，我的算恩人，带我那个误入歧途，也不算误入歧途，可以说带你入这一行的，对，带我进入这个歌唱的这个领域。哦呦，恩人哦。对。来，可以介绍一下，有请他们出来。因为黑孩子这个乐团是我们台东在地的乐团，我请的这个哥哥刚好是主唱，可是他今天不是来唱歌了，他是来帮我打鼓。他为了这个节目还特地去洗牙呢。然后吉他老师是 Mazga 的贝斯手。哦，哎呦，你隆重介绍这2位恩人，他们是谁？有请我们的秀嗓以及小甜甜，欢迎2位小甜甜哦。来这边请，欢迎你们，来。
啊，洗牙的是谁？对，谁去洗牙？小甜甜。我们检查一下来，检查一下。啊，干净的，干净，有抛光的感觉呢。哦，嘴唇白白呢。谁是那个阿丁啊的恩人？在什么部分的指导呢？母语歌的部分，还有就是秀嗓特别厉害，母语歌的部分，他还有写那个自创曲。秀嗓是母语的部分，非常的专精。你们会在你们这次的比赛会使用到吗？因为我上次是唱阿美族的，所以我这次请哥哥帮我唱卑南族的古调。卑南族的古调就在这次的歌曲里。OK， 好，讲到古调，那就有的拼了。怎么样？怎么样？这个古装就是要唱古调啊。你看得出来是古装，我还是搞不懂你到底在扮谁啊？我是扮祝英台。既然你是祝英台，是你的搭档应该就是梁山伯喽。今天过来红人榜招吹我的牛三撇。哦，有吹到无？有吹到。哦，伊就是咱台中市圣渊戏曲歌艺团的周圣渊。来欢迎周圣渊。哇！你看看人家的出场。哎呀，我先代表节目跟你致上最深的谢意。不要这样，你一出来画面好看多了，好好看啊，太舒服了。哎呦，真的是个绝出场就有个亮相，对不对？对不对？哈，哎呦，啊，想到你那熟悉嘞。早期我在台中服务的时候，迄阵我上班有一个项目就是茶壶考。那茶壶考吼，就是有时阵会去各家各户挨家挨户这样子看说每一户大概的生活形态是什么样子，就知道那时候是认识他的爸爸妈妈。后来才知道说原来他的儿子会演歌子戏、歌戏。所以这道我们找好友来帮忙，你就想到伊就对了啦。是那时候我就觉得，像我现在已经40几岁了嘛，有时候我觉得应该要给年轻人多一点的机会。他年纪轻轻，自己也创立一个剧团。哦，对。圣渊几岁啊？32。哦，你几岁开始创这个乐团？其实去年才创的。哦，是哦，哇，所以这个兄哥算我要给你支持就对啦。对。好，啊，家己不干那样。你迄阵有讨论，我迄时有甲伊讨论过，角色要安怎分配？我讲你来办可能水最多呢。我原本有甲伊讨论讲，无我来做英台，伊来做三撇。啊，再来咧。啊，结果伊就坚持讲，我要互观众看一个无共款的我。好人吼，观众无爽快。不知道到底是惊吓还是怎样，我嘛唔知啦。是哈，所以这也是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友谊的表现呐哈。因为才刚创团哈这个阿 Sir 也希望能够帮他，然后而且又符合我们的主题，对不对哈？其实讲啦，伊家就爱演英台啦。哦，没啦。伊普通时啊，就跟4号等于厝的拢整安尼啦。无啦，就是讲这个对他来讲才是大的挑战嘛，对不对哈？对。不是只有歌声而已，而且是反串哎，这个是很不容易的呢。对，可是刚刚阿 Sir 讲到，我觉得他这个心态，我们也是要非常感谢阿 Sir。他说呢，希望给年轻人机会。是。你看圣渊，他才30几岁就成立了他自己的这个剧团哦。我跟大家报告一下，他呢，这个战功辉煌哦，曾经参与过唐美云老师的歌仔戏团，好，黄香莲老师的河洛歌仔戏剧团，以及南洋戏剧团。这么多的知名剧团的演出，我们掌声先给他鼓励一下，谢谢你愿意来助阵，感谢圣渊，站出来哈，画那个搭一个剧团哦，其实讲嘛是大头，无讲介轻啦哈，嘛大家该支持安尼就对啦哈。所以恁两个要唱啥？雅文老师的三撇英台。那阿丁啊，只有歌单陪伴我。我来介绍这礼拜的刺客，注意哦。12年前就来过红人榜哦，而且这当中呢参与过各个非常知名的选秀比赛。各位，掌声来欢迎疗愈系歌手吕平奎，有请，欢迎。各位老师，大家好，我是来自金门的吕平奎。12年前，那不是刚开播的时候？差不多在98集左右。那个时候来唱什么呢？你是来参加哪一组？我是偶像组，然后说也蛮好玩的，就是原本去年就要回来了，但是刚好是29岁，然后想说抓住那个偶像组的尾巴，就没想到抓住青春组的头这样。对，刚好满30岁，32立。去年来不及哦。对，去年来不及。还是你觉得逢九不好就故意跳过？也没有啦，对，百无禁忌这样。而且他也自己在音乐上面这条路都没有中断，对不对？今年在年底以前会发行自己的创作的EP。哇，对，我写了一首歌叫做《阿兹海默》，对，就写一首在遗忘
不等于是整个忘记的那种感觉。对。那你今天带谁来助阵？哦，我今天带2位我的战友，一个是蛮厉害的，跟蛮多大牌歌手合作的一个钢琴老师，然后另外一个是在跟我同一届的战友。最热烈的掌声来欢迎他们，好不好？好，是哪2位呢？好，让我们欢迎邵羽跟王令祥，来欢迎2位，有请。他们站在一起，仿佛是一个团体。那为什么会答应这个演出呢？我们2个其实认识蛮久，但是没有合作过，所以想说今天可以试试看。这样哦，是，人家来比赛，你帮他试试看。很用力的帮他试试看，很用力的试试看。美人姐她是客气哦。我觉得她能够邀请到令祥老师，我跟各位报告他的经历啊，仔细听好哦。是我介绍一个他里面最普通的长荣交响乐团。台北爱乐合唱团的特约编曲家，哇，还有更普通的，再普通一点，再普通一点，曾经入围第55届金钟奖声音设计奖，还有合作的对象更普通，张信哲、刘若英、萧煌奇、彭佳慧、徐佳莹、周蕙，哎呀，一点都不普通啊！哇塞！想到这样，我觉得165都想跟他合作。哎，对，来，我们先讨论一下未来的曲风。不要，我觉得先不要。我们加入秀嗓那一团可能会比较快一点。你 OK 好，那还有另外一位啊，跟大家打个招呼。大家好，我是邵羽。为什么会来助阵？因为我们是昔日的战友，好战友，对，我们好战友。我们在另外一个节目相识。哦，来另外一个歌唱节目是，本身呢也是森林之王的参赛者，对不对？对。而且在我要当歌手里面的校园海选呢，拿下满分的高分纪录啊，还曾经发行过1张创作 EP， 哦对，还有10几首单曲哦。对，发行过11首单曲。所以这一组真的是，还好他们3组都走不同的风格哦，对，因为每一种风格都是很独一无二，而且都是非常的这个自我要求。来，我们欢迎他们。送你送到这，雨伞予你摇，不愿对你提起心内的疼痛，一段感情放雨伞。想阮是落雨呢，行山陪你行，想当时行到天，两人相爱，情海是多变化，目屎像雨声，流浪共有较绝，无嘛自线。送你送到这，雨伞予你拿，这阵雨水是注定。唔通搁再提起无聊的情债，你若无心嘛牵拖。送你送到这，雨伞予你拿，歌头是阮的孤单。不愿对你提起心内的疼痛，一段感情放雨伞。送你送到这，雨伞予你拿，这阵雨水是注定。唔通搁再提起无聊的唱纸，你若无心莫牵拖。送你送到这，雨伞予你拿，我是阮的孤单。不愿对你提起心内的疼痛，一段感情放雨伞。不愿对你提起心内的疼痛，一段感情放雨伞。
谢谢吕平奎、邵宇、王令祥。接下来让我们欢迎蔡宗颖、周胜渊带来的歌曲是《三片云台》。物理治疗师来报道，教你舒缓肩颈酸痛。因为像这种毛巾啊，在家里其实是非常容易取得的。然后呢，双手其实把那个毛巾拉紧之后呢，然后双手往下拉，像在健身房做滑轮下拉的动作。有一些姿势不良的，或者是上班族都非常需要多人托举。基本上都拿手看手机都，然后肩膀都往前。对，这个运动就非常简单。哦，咱今晚吼电视机头前的所有观众朋友哈，把你毛巾摕出来哈，哎呀，哪做哪听歌哈。大家做伙提面巾来做运动哦。牛三飘呀，朝阳台。牛兄，你敢真是要离开？这桩亲事不是我愿意。237数六定，是你应该爱我来讲亲情。我一路迢迢来到这，花婚2字，使我心惊吓。不是我晓心要花婚，阮爹师长亲师阮，逼我应台加买主。牛兄才是我的郎君。今仔你讲这有啥好？个个刺痛着我心头。三匹见笑就要走，看破我头断阮刀。牛兄，应台。彼白顶演一出痴情爱，彼白脚落一尊目屎。阿嬷讲，因的代志伊拢知，有缘看一摆哭一摆。三片笑容爱可可，万人互强渡情海。错过人，错过爱，感情梦里着天无奈。人生换无景，轮回换舞台，啥人有缘出，啥人会做。管演倒一出，彼白脚就安尼的故事。阿嬷讲，可能爱情无自由，较赢自由恋爱也成欺负。谢谢蔡宗颖、周胜渊。接下来让我们欢迎林雅婷、秀赏、小田带来的《旧歌单陪伴我》。阿罗啊那呀那，嗨呀罗伊耶呀，那罗啊那呀那呀，阿哦努伊耶。
无声无息来离开，你字全然无滋味，袂当搁再有春天。为什么有阮的不愿讲出嘴？我心内拢无存你，我头放偌济力气。有啥人会当亲像我，爱你永远袂变我，你哪会这呢无心肝，害我寂寞的生活。有啥人会当亲像我，爱你永远袂变我，到如今只有孤单，甲我来作伴。有啥人会当亲像我，爱你永远袂变我，你哪会这呢无心肝，害我寂寞的生活。有啥人会当亲像我，爱你永远袂变我，到如今只有孤单，甲我来作伴。谢谢两位老师。哎呀，真的觉得真是开心的不得了哇！红人榜一直在这个不管是曲风还是参赛者，还有是各种的表演的可能呢，做各式各样的尝试哈。也希望观众朋友哈给我们多多的鼓励哈。啊，今日有精彩不？哦，非常精彩。咱讲的不准呐，对啦，想讲专业的老师。哎呐哈，雅文老师请讲评。阿是，我很钦佩你的态度。你对着这个舞台的敬重，我感觉这个态度真正真加分。我会觉得说，你愿意，以这个扮相，然后请了这样子的一个专业的人士跟你这样的搭配，我觉得非常棒。当然，在我们这个舞台上，不乏有这样的演出，但是阿是你愿意这样的扮相，唱到安尼的台语歌，我感觉不简单。我觉得你今天的组合有这样的反差的感觉，会非常的有趣，展现了这个舞台更新的一个面貌。这个尝试，我觉得是一个未来想当艺人的人该去尝试的。我觉得这点很加分。好，来，平儿，老师好，好棒哦，你表现好棒哦。然后我要讲的是这个老师们好棒哦。两位老师都让我觉得说，你们为婷儿好加分，让婷儿很轻松。她很轻松的在enjoy这个舞台，然后起先是这样子气音的慢慢唱，到后来整个放开撒开的时候，两位老师也是撒开来的这种展现，我觉得你们默契太好了。谢谢老师。好，谢谢。我们请吴浩哲老师为我们做讲评。今天这样的主题，我觉得太棒了，因为我看到了太多音乐的可能。因为，如果说个人只有主角在唱的时候，其实都比较自私一点。那今天我觉得这样的表现非常非常的好。好，那我们从这个评逵开始哈，因为你是一个非常专业，你们3位都是非常专业的音乐人，然后你又是一个非常专业的音乐老师、歌唱老师，所以你在唱歌上面其实对你来讲不是问题。然后你在于音色上面，真的你的声音很亮，你可以做很多的可能。但今天唯一可惜的是，你只有做一种可能，你没有做你的声音可以做到的很多的可能。因为你一直都在某一个部位里面再去唱这样的歌，可能是你紧张，还是可能不习惯这样的舞台。但是我会觉得说，其实你是歌唱老师，你应该很适应任何的舞台。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
所有的歌手都一样，任何舞台你麦克风一拿起来都要一样，这样才是对的。像你今天的整个感觉就是在一个你自己的想象里面，也许是紧张吧，我刚刚讲的。那你的麦克风的使用上面，因为你的音量从头到尾都一样，没有什么任何的改变，这样听起来感觉情绪是一样的，它就没有起伏，没有张力。我觉得你们下次的组合再去做一些调整，我就会更棒。好的，我希望下次还有机会看到你们这样的表演。谢谢老师。好，雅婷。老师好。我听你们今天这一组，然后我就回想起那时候在部落，我有去过部落去玩过哈，那我就觉得那个感觉回来了，感觉上前面就是一个萤火，烤着肉啊，旁边小米酒啊，那个吉他唱歌，还有那个普卡弦的空卡在那边这样的表现的感觉，我觉得你不是在比赛，尤其今天2位好朋友来，你真的不是在比赛，你根本就是在你的生活的一部分。其实，在一个歌唱上面，其实就是你的生活的一部分的表现。那个时候的情绪是什么，你唱出来的情绪是什么？我觉得你今天表现的特别的棒。谢谢老师。我们来期待下一个老师要说的。请他长话短说，许常德老师。我觉得你今天的这个设计啊，基本上是让我们注意到你就是一个歌唱老师，所以你端出来的菜呢，就是一个高规格的一个组合。就是跟其他的队伍不一样，其他有人要模仿别人，其他可能要抄原名的音乐，你就是完全 focus 在你的音乐资源上面然后我觉得今天就是你唯一要调整的就是你忘记你自己是主角，你要让这2位为你服务你要让他们就是。如果要做出层次第一层有这样的一个很炫的灯，然后第2个在很炫的地方，第3你只要负责一部分就好了，但是其他2部分还是要以你为主，来帮你衬托。我觉得今天就这个部分有问题然后钟颖，今天这首歌呢，为什么会大家有感觉不是因为你反串，因为太多人反串的，最主要是你有一点大哥的样子，在带弟弟出场，这个很动人。所以你从头到尾你是非常投入，好像你才是开歌仔戏团的那个人这个部分其实很动人好，那么我们马上要来看成绩，先请我们的好朋友到台下休息，好不好？是，来，谢谢各位好朋友来助阵，谢谢你们，谢谢。好，我们来看你们的成绩。好，评审请下分数，加油！睽违12年，吕平奎再次挑战红人榜的成绩来到了23.8分，我的妈呀！哎呦，好，今天特别反串给我们带来一段精彩表演。我们来看一下阿 Sir 的表现如何，评审请下分数。医护擂台赛高手不间断，充满期待，但是又带着有点紧张的感觉。但是又想要上去舞台好好的表现一下。你唱歌就好听的，今天呢是浑然天成的一个音色。昨天我们在彩排的时候，我觉得不错哦，他的声音很清新，然后很干净的感觉。对，所以我觉得也是很可敬的对手。非常的中气十足，然后听起来很舒服，而且不会担心。今晚擂台主会是谁？评审请下分数。蔡宗颖3片影带的成绩来到了23.9分，差0.1分啊，太刺激了！紧接着来看看我们的婷儿林雅婷，她的关数已经来到一半喽，第10关要闯第11关，评审请下分数，加油加油！来雅婷的成绩带着2位恩人，2位她的老师，24.2分，恭喜！好。我们再次谢谢评奎，谢谢，好，谢谢评奎，谢谢2位，恭喜2位，登上我们的红人榜宝座，恭喜，谢谢老师，恭喜林雅婷，婷瑶顺利闯进了第11关，哇，过半了，也恭喜我们的烟台，我们的阿 Sir 蔡宗颖持续保有候选人资格，加油！
其实这样大家分数都很近的时候，是还蛮开心的，就不会觉得有输的感觉的。对啊，对，因为其实会希望台语歌以一种不一样的方式被呈现出来，然后希望台语歌不只是一个面向，对，希望它可以是很多元性的，很紧张，很刺激，对，也很惊恐啊，也很惊恐。好，那我的演出了，我今天觉得非常开心，我又做了一个不一样的表演。刚刚秀长在唱的前面那一段的时候，我真的有起毛球，真的我还说怎么办？起毛球了，不管我还是要唱，因为主题应该有来。那这不是叫起毛球，那鸡皮疙瘩啦！来，医护人员擂台赛，有请我们目前的擂台组刘一珍、刘怡玲，还有金佳妹啦。Hello， 大家好，我叫刘怡玲，来自高雄，我现在是耳鼻喉科的护理师，谢谢。你对我同人榜又爱啊，给他又恨。我们家大家都很爱看红人榜，然后尤其是我妈妈。对，他首播也看，然后重播也看，然后看到连重播的时候都知道说每一个人分数都落在几分。那很好啊，那有爱啊。对啊，然后又恨的是怎么样，你知道吗？因为其实我们常常有时候会假日的时候出去比赛，比赛回来呢捧一个那个冠军奖杯起来哈，然后他看着电视他也不理我。不啊，我赢，我冠军呢，我冠军呢。没有，他只看着电视，然后说哦，红人榜一上，按照周厉害了。哎，我捧的是冠军奖杯，那所以我就下定决心，我要来红人榜，让我妈妈在电视上看到我。而且其实哈，就多人哈，在咱红人榜哈，迄个相亲呐，哈，寻人呐，哈，感恩呐，对，对啊，因为咱的收视这个非常的广大哈，收视群广大。听讲你有没有感谢一个以前厝边隔壁一个阿姐？其实我们从小，我觉得那种音乐细胞是从小就培养起来，因为只要他隔壁在听一些歌曲，流行歌曲，就是台语歌或是国语歌，其实我就是听。然后我就会唱了，你知道吗？然后我就去隔壁叔叔那边，就跟着这边玩啊，然后就一边玩一边唱。叔叔说：“哎，你会唱是不是？来，就跟着唱。”然后就拿麦克风让我唱。然后我就是每次就是这样子唱，然后他就都很开心。然后呢，就会晚餐的时候跟着他们全家人一起带我去餐厅吃饭。哇！对，就是这样子，会觉得说哇，学歌，然后你就把歌唱好，你就有这些。就是好料可以吃牛排啦，吃海产之类的，就觉得很开心，真的。对，啊，你今日要唱啥？最顶提几米。来呢，给你挑战者。他是复健科的物理治疗师哦，物理治疗师最近超需要，很多人都需要哦，哈。我们要邀请这一位呢是复健科的好声音，掌声的欢迎林凯琴来挑战。大家好，我是万芳医院的物理治疗师林凯琴，在这边已经从事物理治疗的工作已经快20年的工作时间。然后我自己本身是非常喜欢唱歌的。然后呢，在大学的时候呢，其实如果念书压力很大的时候，同学都会约去夜场嘛，对不对？所以呢，大家都是3更半夜跑去唱歌。那其实那个时候已经有蛮多同学都说，其实唱歌还蛮好听的。那出社会工作之后呢，其实发现工作更忙了，参加比赛或者是表演的机会也就更少了。那刚好我们医院呢有办了几次歌唱比赛。最近的这一次呢，刚好拿到了第3名，所以想说贵节目有这样医护组的比赛，所以就主动积极的去报名。那希望呢，可以让自己念书的时候呢，跟出社会之后呢，还没有参加过比赛的这一种心情呢，可以在这边好好的发挥跟实现。我是复健科物理治疗师林凯琴。因为现在那个复健科是最热门的，对非常热门。像我们常运动的运动伤害，或者是哪里很紧，就需要把它揉开，也是需要复健科帮我们看看我们的骨头，对不对？没错，现在其实因为运动风气非常的盛行嘛，所以其实蛮多，不管是青少年的啊，或者是上健身房运动的啊，或者是真的是学校校队的学生，都蛮多像这样运动伤害的人来就诊。对。那你有特别要跟我们吩咐什么吗？我们要特别注意日常生活的什么？因为医药知识也要传达一下。没错，其实呢，我也
身负了一个重任，要来稍微宣导一下，因为现在非常多民众有一些肩颈酸痛的一些问题、啊。哦，有，非常的多，不管是上班族啊，或者是一些年轻人，所以有一些肩颈酸痛的舒缓的运动可以示范给大家，这样子。是需要这一条吗？没错。来，因为像这种毛巾啊，在家里其实是非常容易取得的。然后呢，双手其实把那个毛巾拉紧之后呢，然后双手往下拉，像在健身房做滑轮下拉的动作，姿势不良的或者是上班族都非常需要这样的活动。你侧面让观众看一下。OK， 没问题，这样子。好，来，往后拉。其实你的毛巾可以经过你的后脑勺。然后挺胸，对背阔啊，因为现在太多人驼，基本上拿手看手机都，肩膀都往前。对，像这样的运动呢，非常适合每一个族群啊，不管是年轻人、运动伤害或者是上班族都蛮适合的。所以这样会舒缓肩颈的部分。因为其实我们这样子算有点像在开背，对，你一直开，因为不然我们常常做事都会这样，或者是练错也会变这样。对啊，因为像健身房有很多像这样滑轮下拉的动作，其实因为它有负重，一来也可能不是每个人都有办法执行，二来也有一定需要一定的运动程度，所以门槛比较高。但是这个运动就非常简单，几乎是零成本的啦。对，毛巾相处的无，对，所以其实是非常简单。哦，咱今嘛吼电视机头前的所有观众朋友哈，把你毛巾摕出来哈，哎呀哪做哪听歌哈，对。啊，你要唱什么歌啊？半嘴，我上爱一首歌哈，半嘴半清醒啊。好，来，我们掌声欢迎两位。哇，很期待哈，有没有很紧张？非常。嘿呀，因为我喊你讲头一届来都带啦啦队呢，而且那张做个加大张呢，做一个大的看板呢。谢谢我的同事们，谢谢，非常的用心，谢谢你们。而且是万芳医院哦，哈。对。我们请雅文老师为我们做讲评。凯琴，是。我觉得你今天除了小紧张以外，你唱歌就好听的呢。今天呢是浑然天成的一个音色，然后会当去唱到这种重感情的歌曲。
展现的非常好，哎，出我预料，觉得很棒，我很喜欢。谢谢，我很喜欢这样的表现。好，我们请子鸿老师为我们做讲评。凯琴唱歌非常的中气十足，然后听起来很舒服，而且不会担心。唱歌非常稳定，而且你有一个很好的声音。谢谢。对，感觉非常好。那怡琳呢？老师好。怡琳唱歌，两个比较起来，我觉得怡琳唱歌多了一点点细节更多一点。好，那可能也是比较有经验，但是就不要油调这个部分，把握住那个分寸，我相信你都会很好。好，谢谢。好，谢谢老师。谢谢老师。好，我们接下来请吴浩哲老师为我们做讲评。好，怡琳老师好。其实你就是一个很有经验的歌唱老手，你在于唱歌上面你的技巧很多，然后，我其实有点担心的部分是因为像老师讲说有点会太过油，就好像我们有时候讲话，我们现在讲话都很自然，对不对？但是如果说用演讲的方式在讲话，是不是不自然？就有点过多了，对不对？所以在唱歌的时候也一样。如果说因为你会很多的技巧，把技巧通通加在里面，这样去唱的时候，基本上情绪就不会太真了，因为你是用很多技巧去做情绪的。如果说用很自然的方式去把情绪表达，更感动人。好，给你建议。好，谢谢老师。谢谢。好啦，马上要来看看安娜哦，也唱过，那你这大鸡，哎呦。秀哥这抽呀！那个教练，你有机会把外套脱下来感受一下吗？我跟你说，可不可以让我们看这个？这个就好了，这个就好，哇！没有比较大家知道我的惊吓哈，懵丢娘。那你既然就让我们看这个了，没有了，太多了。既然都看这个，我们就要知道说没有比较，没有伤害。来，豪哥。好，没有了，看分数，自己穿衣服穿起来。我们来看一下哈，万芳医院的代表得到什么样的成绩？是评审请下分数，加油！来自万芳医院的林凯琴，第一次挑战成绩，23.9分。紧张的时候到了，来一珍姐可以得到几分？闯第5周哦，评审请下分数，加油！哇，24.2分。哇，好，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成绩，好，谢谢你来，好不好？好，感谢，谢谢凯琴，恭喜怡琳登上我们的红人棒宝座，谢谢老师，谢谢，恭喜怡琳，一珍姐顺利闯进了第5关啦。虽然输了有一点难过，对，没有办法从卫冕者宝座走下来再唱第2首歌，但是呢，我觉得就是这个经验非常非常的宝贵，就是对喜欢唱歌的人，我觉得都非常的宝贵。我也觉得喜欢唱台语歌的人，真的可以欢迎大家来报名这个节目。下次的歌曲就是在才唱得更稳一点，然后就像老师讲的，不要太油，然后其实可以唱出自己的最真诚的真感情这样子。谢依玉、蔡中颖大爆发，谢依玉挑战动感歌曲大获好评。我要你唱歌有态度，你终于今天让我看到有一个态度。蔡中颖必杀歌曲温暖深情。所以我觉得你越唱越好，你已经开始游刃有余在这个地方，不会替你担心。评审请下分数，两人自我突破再现高分，卫冕者危险哦，真正好拼过。精彩内容就在后礼拜同一个时间，全台唯一台语歌唱比赛节目《超级红人榜》。